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關於翻效率、公平同埋政府嘅角色呢個課題啦。咁咧我哋就為咗更加有效率咧去完成呢個課題啦。咁我哋咧就會係將呢個影片嘅時間咧就係大概縮小到去約略70分鐘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個 YouTube 嗰度咧撳翻0.75倍速，0.75倍速，咁咧就會變咗咧佢嗰個嘅講嘢嘅速度咧比較翻去正常，係啦。咁呢度咧就係去減少翻嗰個嘅影片時長啦，咁樣咁就注意下。咁我哋咁講咧嗰個課題就係效率、公平同埋政府嘅角色。嗱咁啊呢度咧，首先我哋就要定義啦，何為效率啦？喺經濟學上邊，效率咧喺經濟學上邊咧係總社會盈餘最大化。所謂嘅總社會盈餘咧，我哋有個英文嘅符號就叫 TSS。咁留意啦，總社會盈餘咧，其實即係講緊有兩個唔同嘅盈餘所加起嘅。咁呢度咧可以稍微加一間，就係消費者盈餘同埋生產者盈餘咧，兩者相加。咁呢個咧就會喺之前有一啲嘅課題咧可能會提及一下嘅。消費者盈餘咧就係嗰個邊際利益減以價格佢哋嘅差距。OK， 消費者得到嘅喺每一個消費行為當中得到嘅，我哋會定義作為邊際利益，價格係消費者要付出嘅代價。咁兩者嘅相減就係消費者盈餘 CS。咁然後咧就再加呢一個嘅生產者盈餘，生產者盈餘嘅得到係乜嘢？得到咧就係消費者俾佢嘅回報，亦即係個 P， 付出嘅係 MC 講緊嘅係嗰個付出嘅生產成本。咁呢度咧，我哋就會將兩個唔同持份者啦，就係消費者同埋生產者，佢哋嘅盈餘相加，就當咗係一個總社會嘅盈餘。咁呢度你會留意到咧，喺公式上邊咧，嗰個 P 價格係一樣嘅。咁所以咧，其實總社會盈餘咧，亦都即係邊際利益同埋邊際成本佢哋之間嘅差距。咁呢個位我諗稍微要注意一下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效率當中咧，有一個嘅位置，我哋會話咧，佢係社會盈餘最大化。咁嗰個位置咧，就係平時一路都講開嘅均衡點。咁均衡點咧，呢個交叉點啦。咁咧，你見到咧就係總社會盈餘最大化。係啦，咁我講到咧就係喺呢個位上邊嘅部分 ，OK， 消費者盈餘，下邊嘅部分生產者盈餘。咁兩邊 OK， 兩邊佢個面積都係最大嘅。OK， 如果個價格喺呢度嘅話 ，OK， 消費者盈餘係喺上邊嘅位置最大啦嚇，所有面積都取得晒啦。咁然後生產者盈餘咧都係嘅咁樣。咁就你注意翻咧，喺個交叉點咧，其實就係 MB 等於 MC 嘅位置，亦即係咧邊際成本等於供應曲線，邊際利益等於需求曲線，係啦。咁呢個背後嘅概念唔再點樣講啦，因為呢度係上一個課題嘅，睇翻嘅啫，就係邊際利益等於邊際成本嘅時候 ，OK， 佢咧嗰個嘅總社會盈餘咧係會最大化嘅，係會最大化嘅，係啦。咁呢個我哋要注意下啦。咁同時冇淨損失 ，OK， 冇淨損失，如果達至效率嘅話，就會冇淨損失。咁呢度咧，我哋一般咧都會即係講一講咧，如果所謂冇效率嘅情況會係點咧？咁樣咁可以喺後邊 OK， 後邊嗰第二版咧就可以寫一寫。好啦，咁如果我哋講咧冇效率嘅情況咧，就一般而言係會分喺咧，就係生產不足 OK， 亦即係而家嘅產出咧係少過效率產出。OK， 同埋咧就係生產過剩，亦即係咧而家嘅產出咧係高過效率產出。好，咁呢度咧我哋可以稍微寫一寫啦。而家嘅產出就係寫 Q， 效率嘅產出我哋寫 Q star。好，咁注意翻咧，如果我哋係呢個大約係幅圖上面嘅表達咧，如果係生產不足嘅。OK， 如果係生產不足嘅，即係而家喺左邊嘅位置 ，OK， 左邊嘅位置生產不足。何謂左？何謂右？
就係如果中間呢點係 Q star，亦即係頭先所講嘅效率產出。如果不足嘅，就即係未去到 Q star 嘅位置，製造咗一個淨損失 DWL 淨損失。而喺呢個點當中，喺呢個生產不足呢個點當中，佢嘅邊際利益喺呢個咁嘅生產量係高過就真係你見到幅圖上面就真係高啲啦，高過呢個嘅邊際成本，係啦。咁呢個咁樣嘅睇法咧，你就睇得到哦。咁就係唔係等於啦？唔係等於嘅時候咧，就會有淨損失。OK， 邊際利益高過邊際成本，所謂嘅生產不足嘅情況。好，咁啊另一方面啦，調翻轉啦，如果係生產過量，即係個 Q 係比 Q star 更高、更遠，咁呢個咧就叫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嘅話咧，咁個淨損失就會係喺呢度。咁淨損失喺呢度嘅話咧，咁你見到啦，就係咩原因啊？就係個邊際成本喺今次，邊際成本係高過邊際利益。OK， 喺今次呢個情況之下，咁呢個生產過剩咧，亦都會造成冇效率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呢個位咧要特別要注意下。OK， 淨損失嘅出現咧，係因為生產不足或者生產過剩。咁呢度咧就喺答題嘅時候，如果要你去講到有冇效率，而有冇效率嘅情況先，你就要寫翻低呢兩點啦，就係個 MB 同個 MC 邊個係比較大，邊個係比較細，視乎係不足定係過剩啦個情況，同埋咧佢就會有出現一個淨損失。係啦，咁呢個咧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即係喺圖上面應該係要點樣去畫啦 ，OK， 點樣去表達啦，咁樣。好，咁呢度咧就注意一下。好，咁我哋睇睇啲 past paper 究竟可以點樣考啦。咁 past paper 咧可以揭去第6頁啦。第6頁咧呢個 past paper 咧可以睇到咧有個嘅情況嘅。咁你見到咧佢講咗喺非假日嘅時間咧，好多嘅座位啊，好多嘅座位咧係空置咗嘅。咁佢咧就講到呢度嘅情況，就話啦點解係缺乏效率？用圖一句輔助嗱，咁你注意翻啦，空置嘅座位點解會空置啊？空置本身隱含咗咩經濟概念啊？空置本身隱含嘅概念，我哋可以喺度指出嚟咯，就係盈餘。盈餘即係咩先？盈餘就即係話係生產咗㗎啦，但係冇人購買，咁所以盈餘幾時發生？就係當個價格高過均衡 ，OK， 咁呢個嘅差距就係盈餘啦 ，OK， 即係有第二個名就叫超額供應。好啦，咁所以咧呢度咧個價格係咁樣嘅話啦，咁就會造成盈餘啦。熟悉經濟學嘅同學都會明白，而家個交易量會喺邊度啊？咁就應該會喺左邊嘅位置。左邊嘅位置決定到而家嘅交易量 Q。好，淨損失係喺呢個嘅位置。OK， 淨損失係呢個位置，所以我哋要稍微轉移一下。今次我哋 Q 呢度，我哋會定義作為係消費不足。OK， 個 Q 達唔到 ，OK， 達唔到中間 Q 升嘅位置。OK， 咁呢度咧就係個數量未去到嗰度啦，咪有不足嘅情況啦。咁基本上咧就可以應付到呢個題目嘅需要啦。將圖上面嘅資訊都稍微寫一寫落去，係啦。咁基本上咧都可以處理得到。
跟住去到後邊第13版，13版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另一種嘅問法啦。好，13版呢個位置，佢直接就講話喺以下邊個情況係有效率。有效率頭先講過啦，有幾個重要資訊嘅。有效率係總社會盈餘最大化，總社會盈餘係最高。幾時發生？ MB 等於 MC 會點㗎？冇淨損失，冇淨損失嘅。咁呢幾樣嘢咧都係有效率嘅表現。好啦，咁呢度邊一個係符合到當中嘅定義啊？咁就係 C 啦。你見到呢度邊際得益同埋邊際成本嘅差額為零，即係點樣？即係話 MB 減 MC 係等於零，即係 MB 等於 MC 咯。咁所以呢度咧就即係稍微加多少少嘢就係嗰個社會呢個字，因為佢稍後咧嗰個界外影響嘅課題咧係會有呢個社會同埋私人嘅概念，但係你點樣都係因唔到噶啦，因為其實咧佢表達到 MB 等於 MC 呢個資訊 ，OK， 咁呢個即係最重要嘅呢個，咁咧就可以揀得到咯，咁所以呢個要注意翻即係有時類似即係呢個嘅字眼咧，要特別去小心翻。OK， 好，咁我哋再睇多個啦，再睇多個嘅題目啦。咁第15版啦。咁我再睇一個題目就係你見到都係一樣噶啦。咁咧就係個經濟係冇效率。我睇到經濟冇效率就係嗰個嘅價格。好，咁你注意翻啦，呢度最重要嘅資訊啦有兩個。首先係排隊。排隊就即係短缺，咁呢個位你認唔到都好難做落去㗎啦。另一邊廂就係個收費係遠低過私家醫生，好平個收費，好平嘅意思，以經濟學上邊會話個價格低過均衡，價格低過均衡。好啦，咁呢兩個資訊合併寫咗出嚟，然後喺圖上面畫出嚟，基本上冇問題㗎啦。價格低於均衡喺下邊，好，價格喺呢度，咁就係45蚊啦。根據翻題目嘅資料，咁喺呢個位置個數量係不足嘅。好，咁呢度咧就係實際不足啦。咁淨損失呢個位置 MB 喺上邊 ，MC 喺下邊，最好你可以畫埋嘅就畫埋個短缺俾人睇。我係認知到呢個嘅情況嘅。好啦，咁你有啲資訊喺呢度畫咗出嚟，咁你另一方面要做嘅就係將個資訊喺個圖上邊有嘅都將佢寫出嚟。好，咁你將佢寫出嚟嘅話咧，你可以見到要寫嘅嘢就係價格低於均衡，出現生產不足。最重要一定係呢句㗎啦，就係 MB 同 MC 邊個大邊個細，呢句係最重要嘅，即係比起所有嘢都嚟得重要嘅。如果問到效率嘅話，咁所以咧呢度就特別要注意要寫到呢一點嘅。好啦，咁再睇一睇一啲其他嘅情況咯。嗰時我哋喺嗰個圖上面會畫一個垂直供應嘅情況。OK， 呢個係第18版。咁留意下啦，垂直供應嘅情況其實個分別唔係好大。你見到個供應喺呢一度，供應喺呢度。好，咁你注意翻一件事啦，供應係邊際成本啊。咁所謂嘅總社會盈餘，其實 TSS 就係等於邊際利益同埋邊際成本嘅差距。咁所以如果邊際利益係需求曲線 MB 嘅話咧，佢呢個差距其實就係個向下嘅需求曲線同埋 MC。咁MC 喺前邊嘅部分應該
係零啦，係啦，咁啊佢哋之間嘅差距咯，由呢度啦 ，OK， 再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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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呢堆咧全部咧都係總社會盈餘嚟嘅。如果你而家嗰個均衡點喺呢度 ，OK，X Y Z， 咁就係答案咧就係咁啦。總社會盈餘如果佢整個垂直嘅供應曲線都應該要做得到嘅。好，咁我既然都講到呢個垂直嘅供應曲線啦，咁我不妨可以再睇多一條嘅題目。咁第21版裏邊，你可以睇到今次嘅題目，佢係有交通擠塞，亦即係短缺嘅一個位置。咁你注意翻，而家個市價係真係太低啦。題目當中有個要求，提高海底隧道嘅收費。咁我哋可以就係畫上少少咯。好啦，咁而家咁樣嘅話，有啲咩嘅影響呢？咁樣，首先提高收費會令到個需求量由呢度改變到呢度 ，OK，QD1 改變到 QD2，咁所以呢個需求量減少。留意清楚，由於係需求量唔係需求，所以應該係 QD 就唔係 D， 咁所以呢一呢係揀唔到嘅。好啦，咁然後另一邊廂，佢二嗰度係講總收益多咗，總收益係 P 乘 Q，P 乘 Q， 咁所以如果總收益多咗 P 乘 Q 嘅話，喺邊個位置啊？而家個 P 喺 P2嘅位置，本身就紅色嘅位置。好，咁 Q 就係亦都係喺呢個動咗嘅位置咯。咁呢個就應該係總收益會上升到嘅位。咁呢個咧都要特別注意一下啦。好啦，咁然後去到下邊3定係4咧咁樣。由於而家個情景係短缺，所以佢係會有一個效率損失嘅出現。你將個市價提高返，你可以令佢更接近均衡。均衡就係有效率㗎啦，一般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更接近效率嘅話呢，個效率損失亦都會減少咯，個市場會更加有效率咯。所以3呢係正確嘅。好，最後講到機會成本嘅概念，司機用隧道嘅機會成本。機會成本，如果我哋用全成本嘅概念，就分為金錢成本同埋時間成本。留意清楚，而家交通擠塞係會減輕嘅，如果佢增加收費。時間成本少咗，但係頭先都有講到啦，增加收費，金錢成本上升。咁你都唔知究竟金錢成本上升多啲啊，定係時間成本跌得多啲？咁所以咧係唔會有一個結論出咗嚟嘅，不能確定嘅。OK， 4錯啦。好，咁呢度咧就注意一下佢一啲比較特殊嘅情況，亦即係垂直供應，佢可能要你畫出嘅樣嚇，咁就係咁啦。好。可以嘅話咧，我哋都睇一睇咧一啲
變化會帶嚟嘅影響。好，咁可以咧喺筆記嗰度咧去翻第3版啦。好，第3版咧講到話嗰個總社會盈餘係一定增加嘅情況，呢有少少嘅預先説明嘅部分啦。如果總社會一定增加咧，其中一個情況咧就係嗰個交易量上升。交易量上升有兩個會導致佢出現嘅情景，一係就係需求上升，一係就係供應上升。咁呢兩個情況咧都會導致數量上升嘅。好，咁稍為畫一畫啦，都冇乜太難理解嘅地方。譬如話需求上升，需求曲線向右移。咁需求曲線向右移嘅話，個總社會盈餘一定增加。頭先個推論就話如果數量增加嘅話，個總社會盈餘一定係增加。咁呢度可以畫咗出嚟之後咧，睇到，而家嗰個總社會盈餘就係新嘅交易量去翻0嘅位置。原先喺邊度啊？原先係呢一個嘅交叉，呢個虛線嘅部分，所以總社會盈餘係多咗呢度嘅。好，咁然後去到供應上升嘅情況，原先嗰個嘅交易量係 Q1 嘅位置，供應量上升，佢應該向右。咁所以而家個交易量變咗做 Q2，係啦。咁總社會盈餘咧就會多咗呢個位置啦。好，咁可以稍微寫翻低。好，咁呢兩個就係一啲變化咧，導致嗰個總社會盈餘，亦即係消費者盈餘同生產者盈餘有改變。OK， 好，咁睇一睇個題目啊，即係究竟可以點樣問啦？係關於翻呢一類，即係一啲變化題啦。好，咁你可以望一望到呢度啦，就係第14版。咁第14版咧就係牽涉翻基本需求與供應嘅概念，咁亦都會喺裏邊就顯示嘅。咁你首先要知道啦，物品 X 咧呢個位置咧就係本身處於均衡嘅。P1 Q1， 好啦，注意翻而家題目問緊嘅係物品 X， 佢嘅消費者盈餘同埋生產者盈餘，咁而唔係物品 Y， 唔係問緊物品 Y，X 同 Y 就係競爭性供應嘅關係。咁又要注意翻個主角啦，係一個比較被動受到影響嘅物品。係物品 X， 咁注意翻啦，喺今次呢個嘅競爭性供應例子，佢會點樣運作啊？就係佢哋係會競爭相同嘅原材料、相同嘅投入。舉個例子，喺一個地皮裏邊，發展商可以決定起高樓大廈，
一啲嘅寫字樓，又或者佢可以起一啲低密度嘅豪宅。咁呢兩個嘅物品就係牽涉相同嘅投入，係今次就係地皮啦。咁我哋就叫競爭性供應啦，即係兩個物品嘅供應存在競爭關係，佢哋需要同樣嘅投入，同樣嘅原材料。咁所以咧，如果係咁嘅關係，物品 Y 嘅需求上升，會導致物品 Y 嘅價格上升。物品 Y 嘅價格上升，好普通嘅概念，供應定律。物品 Y 嘅供應量會多咗。咁如果嗰個嘅地皮，我哋假設物品 Y 就係寫字樓啦、高樓大廈啦。如果個地皮攞嚟起咗物品 Y， 咁你就唔會有足夠嘅地皮可以起到物品 X 啦，所以物品 X 嘅供應咧就會下降啦。好，咁呢個位我諗你要即係特別去清楚翻啦。OK，咁如果物品 Y 嘅價格上升，會導致物品 Y 嘅供應量上升，呢個係普通嘅供應定律啫。所以物品 X 嘅供應減少嚇，咁呢度咧就要將個供應曲線向左移。咁所以新嘅數量同埋價格咧都會咁樣去計到出嚟。好，咁咧就留意翻題目上邊嘅資料啦。咁你可以見得到咧，個消費者盈餘咧本身就係上三角嘅位置咯。而家個上三角係收縮咗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就少咗呢個位啊，消費者盈餘減少啦。Okay. 另一邊廂生產者盈餘，生產者盈餘本來喺邊度啊？本來喺呢個位置，而家咧係新嘅市價以下嘅，即係呢個位置。好，咁啊，你見到個面積都唔使用間尺，明顯細咗噶啦，所以咧都減少，淡薄啲。好，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佢可以問到你有啲變化啦，即係需求同供應嘅改變，點樣影響個市場 ？OK， 講緊嘅係總社會盈餘之下嘅概念，消費者盈餘同埋生產者盈餘。好，咁啊，再做一啲題目啦，即係其實就唔夠嘅，淨係做一題。咁你可以留意到呢個第30版，30版當中你見到嗰個需求係增加嘅，30版裏邊。咁啊，隨時可以 pause 即係個影片喺 YouTube 裏邊嚇，可以教翻前邊再聽翻嘅。如果未跟即係到嘅話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我直接跳過去就即刻講噶啦。好，咁30版需求增加，留意得到向右移需求增加。佢問嘅可以問生產者盈餘，可以問消費者盈餘嚇。咁你見到啦，本來個市價喺呢度。而家個市價喺呢度，市價多咗 ，OK， 見到嘅本身生產者盈餘係粉紅色嘅位置，而家生產者盈餘係藍色嘅位置，好明顯空白嘅位置係多咗嘅，咁生產者盈餘多咗 A。公司享有較多嘅生產者盈餘，咁咪就係答案咯。咁都同我喺做呢類嘅題目嘅時候咧，諗唔到個 B 點解係錯啊？邊隻係成本？咁啊要留意清楚，邊隻成本亦即係供應曲線上面顯示嘅嘢啦。呢一點係咩嚟㗎？呢一點係均衡點嚟㗎嘛。其實呢一點咪就係個價格，亦都係等於邊際成本，亦都係等於邊際利益嘅嗰點咯。因為你見到呢一點係咩嚟㗎？
係個交叉製造出嚟㗎嘛。個交叉製造個價格出嚟 P1，同時呢一點亦都喺個供應曲線上邊，即係 MC 咯。呢一點亦都喺需求曲線上面，即係 MB 啦。咁所以 P 等於 MC 等於 MB 均衡點就係咁樣睇出嚟咯。跟住變咗新嘅市價高咗啦嚇，即係 P2係高過 P1咯。咁所以個邊際成本同埋邊際利益都係多咗咯。咁所以呢個下降就係錯咯，係上升咯，就係咁啫嘛。即係所謂個邊際成本就係咁睇啫嘛。喺今次嘅呢個題目當中，唔使擔心嘅，係有冇教過點樣睇嘅啫，就唔會話係唔會學識點樣睇，即係教過就識㗎啦。喺學校冇講過咧，就點都諗唔到。好，咁啊，去到後邊可以繼續強化類似嘅概念咯。36萬，好，注意翻而家個均衡點喺呢度 P1、Q1。題目要求你顯示消費者盈餘同生產者盈餘，消費者盈餘上三角，生產者盈餘下三角。留意翻一個嘅題目字眼，基本上要注意。如果話在圖顯示，你係唔需要寫任何嘅文字嘅，因為如果你寫文字嘅話咧，係冇一個比分嘅空間，基本上係冇得比分嘅話就唔會睇嘅。咁所以咧就注意翻一啲字眼咧，有時答題嘅時候咧就會答得準成啲咯。淨喺圖上面標示得㗎啦。然後有變化，邊際成本下降啊。好，邊際成本下降就係生產嘅成本咯。咁所以供應咧係應該向左移嘅。好，咁如果供應向左移嘅話，而家叫你將市價、交易量、消費者盈餘、生產者盈餘全部都要寫翻出嚟，有啲咩嘅影響？好，咁啊，圖上面冇話要求要你去畫嘅，因為呢度佢冇講以圖輔助，咁啊純粹畫俾你睇，容易啲去理解啦。咁我見到嗰個價格同埋嗰個數量有變化啦。咁而消費者盈餘縮埋咗，生產者盈餘都係縮埋咗嘅。好，一般咧正常嚟講啦。OK， 如果我哋講緊邊際成本下降嘅話咧，應該係向右移嘅。因為你講得太急，調遠咗去講，即係佢應該供應係增加。好，咁喺呢度稍微調整一下啦。咁啊，可以見到個消費者盈餘咧就變咗呢度啦，生產者盈餘咧就變咗做呢度啦。市價跌，數量升，咁啊要小心睇嚇。OK， 好，咁啊市價跌，數量升，消費者盈餘大咗㗎，比起本來嗰個 CS， 生產者盈餘你見到一般嚟講，你都話佢大咗㗎啦。咁呢度咧就咁樣去顯示翻俾相關嘅考官睇，你係識嘅咯。咁啊呢度得4個點，得4分，咁你有5分嘅話，咁你點樣答咧？你要講埋就係嗰個供應上升導致以下幾個因素嘅影響。OK， 咁樣去答。咁一般嚟講，近代嘅 DSE 都唔係咁樣出㗎啦。不過呢個可以作為一個提醒啦。尤其是 A part 嗰度在圖顯示係唔需要寫任何文字啦。
咁同埋就係提醒要小心啲啦。好似就啱啱頭先都唔想寫得太快啊，話咗供應向左移嘅，成本減少係向右移係增加嘅，咁所以呢度即係都特別要注意翻呢一啲嘅細節啦。好，咁可以嘅話咧就去翻後邊啦，筆記啊，咁即係呢個第5版啦。筆記第5版咧要注意翻啦。筆記第5版咧有關於翻價格功能嘅分類嘅。注意翻清楚喺 DSE 裏邊接受嘅係配給功能同埋分配功能，係啦。咁呢度咧就要注意翻所謂嘅價格功能係價格嘅用處，價格佢係用嚟做什麼？有啲乜嘢嘅意義存在呢？價錢呢件事，好留意啦。首先第一個可以做到嘅功能就係價格幫助嗰個供應者分配物品俾願意支付最高價錢嘅買家。由於數量係固定，買家亦都唔係無限供應，佢可以賣俾咩人啊？就係俾得起錢嘅人。如果個個而家見到嘅買家都俾得起錢，咁邊個攞到啊？如果個量都仲係限量嘅，就係俾最高錢嘅、最多錢嘅肯俾嘅，咁嗰個攞到。咁我哋可以直接喺考試當中，如果相關嘅你判斷嘅，可以寫價高者得就得㗎啦。另一邊分配功能，價格亦都可以幫助生產者按資源嘅最高價值去分配去使用。頭先有一個例子，物品 X、物品 Y 高樓大廈嘅例子。如果價格上升嘅話，個供應量就會上升。講緊係頭先話嘅寫字樓，寫字樓由於個價格可以賣貴啲，所以就攞嚟起寫字樓，就唔起低密度豪宅啦。咁呢度咧就係個分配，分配係講緊分配資源啊。OK， 分配資源。咁而上邊嗰個配給咧就分配物品啦，即係已經生產咗出嚟㗎啦。咁但係下邊呢個咧係未生產咧，你決定生產啲咩咧？就睇個價錢而家比較高嘅係乜嘢咁樣。可能早排去興嘅嗰啲 Pokemon 卡，佢 Pokemon 卡如果係興嘅，個生產商卡牌製造商咪製造 Pokemon 卡咯。何謂興起啊？就係而家市面上比較昂貴嘅呢件事。咁其他嘅卡嘅種類價錢冇升嘛，咁咪唔製造嗰啲嘅卡咯，製造翻 Pokemon 卡。咁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好，注意翻，曾幾何時都試過接受你寫信息功能嘅，但係根據最新嘅資訊咧，而家唔可以再寫信息功能啦。儘管有一條嘅 past paper 用過呢個字眼，當時係接受嘅。而家我哋一般只係接受寫配給同埋分配，咁呢度要注意一下。好，咁睇一睇啲嘅例子啦。咁譬如咧，我哋喺考試當中咧，經常出現咧就係呢個黃牛飛倒賣門票嘅例子啦。黃牛飛嘅例子就係話你擁有咗一個嘅物品啦，通常都係門票啦，你用高價去賣俾其他人。你嘅題目呢個例子就鐵達尼號咁樣啟航嘅時候，好多人咧都想試搭嘅咁樣，咁有人攞到高價賣俾其他人，咁呢個咧我哋就會話係一個配給功能啦，好少嘅，即係嗰個量
邊個可以攞到啊？就係願意俾高價錢嘅，亦即係價高者得咯。好，然後房地產嘅價格，房地產而家高咗喎，咁如何啊？咁咪即係引導嗰個嘅地產商起多啲樓咯。好多時候啲地產商咧，佢唔係淨係得地產呢一個嘅生意嘅，佢係一個 conglomerate， 一個集團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房地產價格上升咧，佢咪調配啲資源去製造相關嘅業務，譬如啲樓貴啲，咪起多啲樓咯。咁就將其他嘅項目咧都可以暫緩，或者將個資源咧可以調配去生產房地產。咁所以呢個咧，我哋就會將佢視為分配功能嘅例子。OK，咁所以咧呢個價格功能咧就係咁樣去問嘅啫。我睇一睇個 past paper 究竟佢可以點樣出現啦？有啲咩嘅個案例子啦？咁你可以睇翻 past paper 第二版啦。第二版嘅 past paper 可以留意翻清楚，今次係講緊中國對私家車嘅需求上升，吸引咗福士汽車，係一個德國嘅車廠啊，吸引到福士汽車喺中國開車廠製造。留意清楚，中國對私家車嘅需求上升，唔係直接令你諗到嘅，你係應該將佢拉到去個市價上升，導致福士一個外國廠喺中國設廠，係啦。咁你呢個係價格功能嚟㗎嘛？咁你梗係要諗翻個價格作為一個推論咯。好，咁呢個係啲咩嘅功能啊？呢個咁樣，因為你係喺中國開車廠製造，你將啲資源調配喺中國，你唔係調配喺英國，因為呢個係德國車廠嚟嘅。咁就係將啲資源分配喺中國呢個國家當中，分配功能應用到投放喺汽車嘅生產。咁呢個亦都係符合嗰個定義啦。OK， 答案就係 D 啊。好，咁啊就係呢個係佢好直接嘅問法啦，即係關於翻嗰個價格功能，去用一啲嘅例子去表達。好，咁啊跟住去到第10版啦。第10版可以睇一睇嘅。咁有黃牛黨呢個嘅例子，買家付出高於1萬都買唔到飛，冇得睇呢個表現，係咩嘅價格功能啊？咁得2個嘅啫，配給同埋分配。由於呢個門票已經製造咗出嚟㗎啦，喺某啲人嘅手上，而家黃牛黨係高價轉售，已經有個最終物品出咗嚟㗎啦，唔係再分配資源去生產啦，唔係再分配資源去生產，係你已經有呢個物品，你而家係配給，即係俾邊一個價高者得，俾邊一個係肯俾高價錢嘅，係咁，所以呢個咧係價格功能係配給嗰個嘅種類，咁所以呢度要留意啦，唔係分配啊，係配給，因為已經有個最終產品喺手㗎啦，但係個最終產品最後由邊個獲得？咁就係由俾得起高價錢嘅人獲得。呢個就係一個配給功能嘅例子，係啦。咁呢個都可以係咁樣去問一問咯。好，然後注意問字題要點答。好，第20版，留意清楚，今次同樣要你寫出個價格功能，然後解釋
注意，由於樓價被推至新高，未來有越嚟越多嘅小型單位出售，講到係將來係會出售小型單位，呢個肯定就係分配功能啦。分配就係因為將來係推小型嘅單位，唔係出大型嘅單位，引導地產商分配資源起小型單位，因為強烈嘅偏好，亦即係需求嘅增加，令到市價推高。咁你一個合理嘅生產商咪唔推大型單位，攞嚟推小型單位咯。咁你啲資源嘅分配咪就係將佢轉成小型單位去出售咯。咁所以呢個答案呢，就係寫分配功能嘅。好，去到第34版。34版可以睇得到，今次又係黃牛黨嘅概念。咁呢個就我平時上堂都會講㗎啦，就係話你根本就啲題目自己抄返自己嘅考評稿，咁你變咗唔做 past paper 一定好蝕底，因為呢啲例子年年都會就係參考返之前去出。咁你冇做過，咁你咪冇咁熟咯。你做過，你記得黃牛黨，你咪即刻可以寫到嗰個價格功能係配給功能咯。咁我覺得呢個位就係即係點解成日都話要多啲去做 past paper 咧，而唔係做其他嘅練習咧。咁你而家見到就係根本啲例子係照一模一樣咁樣出嘅。好，咁你留意下啦，評價喺 DSE 當中咧係正反都要講嘅，正同埋反咧都要討論。咁你4分嘅話就2分同意，2分反對，都好客觀持平咁樣去評價解釋咯。咁我諗呢個位就亦都係想喺呢個題目就特登去睇快一下啫。好，咁我哋去到一個核心部分啦，就係呢度第8版。第8版咧好多時候咧會講到政府干預對效率嘅影響嘅。咁政府干預當中咧，我哋有5種嘅政府干預啦。咁就每一種嘅影響都要識去判斷啦。咁譬如你價格上限嘅話咧，你對啲咩嘅影響係有機會問咧？咁可以係問你對消費者盈餘嘅影響啦。咁問你對消費者盈餘嘅影響就即係個改變啦。即係嗰個嘅改變啦。但係其實佢又可以問你新嘅消費者盈餘喺邊個位置，佢哋標示標示嘅改變，標示嗰個新嘅位置都有機會。生產者盈餘咧，咁可能都會問下總社會盈餘啦。咁呢課本身效率就係講總社會盈餘，唔問都好奇怪啦。最後就係淨損失會點樣變咧？如果你係設立咁樣由冇到有咁樣甚至廢除咁樣好，注意清楚啲圖都係咁畫嘅啫。首先要留意本身嘅均衡喺呢個位置，Q* 嘅位置。
由於你有一個價格上限，價格上限我哋會話佢喺下邊均衡以下先至係有效嘅。咁所以個價格上限就會令到而家嘅交易量係縮細咗，所以淨損失係出現。留意清楚今次嘅題目，消費者盈餘喺呢度，唔再係三角形，係價錢以上嘅梯形，就唔係三角形。咁而價錢以下嘅仍然係三角形生產者盈餘。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題目嘅要求就係咁嘅啫。咁如果你本身對政府嘅干預、價格上限、價格下限、配額、從量稅、從量津貼係唔熟悉嘅話咧，咁呢課就會好棘㗎啦。因為呢課係好牽涉之前政府干預嗰個嘅課題嘅概念，再去延伸討論嘅。咁所以嗰個嘅概念係一定要有掌握咗，先至可以做到呢個概念。好，咁嗰啲影響我都要先寫，即係印晒㗎啦。留意清楚，如果係廢除嘅，即係話由有到冇，而家翻去均衡 P1 Q1 本身 Q0， 好，咁啊翻去均衡，咁就去翻正常嘅 CS 同埋 PS 啦，咁樣嚇，咁呢個我諗都係比較清晰嘅。咁有個位少少嘅補充啦，咁就係你見到咧喺呢度位咧就係講咗消費者盈餘係不確定嘅。如果你設立嘅話，點解不確定咧？因為原先嗰個均衡咧就係呢個 P1 同埋 Q 星嘅位置啦。咁所以咧，消費者盈餘咧本身就喺呢度噶嘛，上三角嘅位置，而家就變咗梯形嘅位置。咁即係其實係而家係多咗呢度，而家係少咗呢度，即係講緊消費者盈餘嗰度。咁呢個位要稍為注意翻，多咗，同時少咗，總社會盈餘應該係不確定嘅個改變，呢個要注意，你可唔可以將佢清楚咁樣畫到俾人睇啦？多同埋少嗰度特別去標示。好，留意清楚，係咪淨係得設立同廢除咧？有關於政府干預，佢麻煩就麻煩在佢可以考埋你放寬政府干預，即係個干預存在㗎啦，點都存在㗎啦。咁而家咧係放寬，咩叫放寬啊？就係而家翻去均衡喎。譬如你價格上限上升，向上 ，OK， 向上翻均衡，或者話更接近均衡，咁咪就係放寬咯。個干預將佢減少個影響咯。咁而數量本身係 Q1 嘅位置，改變到 Q2，淨損失變咗做細少少嘅三角形。總社會盈餘照舊係去到而家嘅交易量，即係 Q2，係咁樣嘅形狀嘅。考試更多時要求你畫返消費者盈餘新嘅喺呢個位置，生產者盈餘新嘅喺呢個位置。注意清楚啦，要你畫新，亦都可以要你畫改變個位。呢個位
係消費者盈餘多咗嘅梯形，而呢個位係消費者盈餘少咗嘅長方形。咁所以究竟升係多啲啊，定係跌係多啲咧？咁每次畫圖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就話不確定嘅改變，係啦。記住問你嗰個嘅升跌，或者問你新嘅位置，叫你游出嚟都係可以。好，咁而家咧，你嗰個交易量上升咗啦，咁所以咧總社會盈餘咧就會上升咯。總社會盈餘上升，我哋就會話，而家咧放寬就導致嗰個效率改善咗啦，個效率改善咗啦。咁調翻轉，如果價格上限係向下調整，即係本來嗰個嘅交易量喺呢度，而家向下調整，就變咗做更加遠離嘅位置 ，Q 進一步嘅減少。咁樣嘅話，淨損失個面積好明顯地係大咗嘅，新嘅淨損失喺呢個位。注意返清楚，消費者盈餘同埋生產者盈餘新嘅位置。OK， 係啦，咁呢個位我諗就都係次次都差唔多㗎啦，上邊嘅面積同埋下邊嘅面積。注意清楚，新嘅淨損失呢度黑色嗰個位油咗啦。總社會盈餘嘅改變，因為呢個位你見到佢可以問你 TSS 嘅總社會盈餘，除咗 DW 係淨損失，總社會盈餘嘅改變喺邊度啊？係咁嘅形狀喎。總社會盈餘嘅改變喺呢度啊。TSS 減少喺呢度啊。咁個位就即係唔使太過驚奇咯，即係唔係好一般會畫到嘅位置啦。但係其實都係咁樣去表達俾人睇嘅啫。OK，咁呢度咧就將好多唔同嘅情況啦、設立啦、廢除啦、放寬同埋收緊咧，都喺度標示晒嘅。咁就可以稍微參考一下啦。佢考試點樣考咧？大致上都會可以 handle 到。咁啊，講多少少先至做 past paper 啦。咁留意清楚，如果供應曲線係垂直嘅，都一樣係要咁樣畫嘅。我哋會話嗰個嘅基本圖動咗垂直嘅供應啦。咁有啲咩例子啊？譬如話大學嘅學位、港鐵嘅車廂車卡，或者可能一啲表演場地，譬如大球場、展覽會之類嘅，個供應係固定嘅。咁所以個供應係固定，我哋就會畫咗垂直出嚟咯。咁樣一樣嘅啫，只不過嗰條供應曲線轉一轉，其他大致上咯，頭先講嘅價格上限咧，佢嗰啲圖咧唔會話有太大嘅差異嘅，即係同嗰個正常嘅向上供應嘅曲線。好，跟住再注意一下啦。除咗最基本嘅設立、廢除、放寬同埋收緊，同時可以問呢種嘅變化喎，就係已經有價格上限㗎啦，同時需求即係其他因素啦，係變嘅，即係點咧？嗱，睇一睇一個例子啊，需求增加，
畫需求增加之前，建議嘅就係畫翻原先嘅 PQ 啦。好啦，留意啦，喺今次嘅題目當中，有其他因素，可能係人們嘅收入上升，導致正常物品嘅需求增加，或者替代品嘅價格上升，導致而家嘅物品討論緊嘅物品嘅需求增加，咁都可以咁樣問下咯。好啦，咁啊向右移就叫需求增加啦。留意啦，由於而家你見得到新嘅交叉點，亦即係我哋講緊效率產出嗰個位啦，喺呢度啊。換言之，淨損失都應該由呢度開始向翻現有嘅產量，即係 Q 嗰個位啦，嗰度出發。咁所以咧，嗰個淨損失就係呢度啦。咁啊，即係照樣用翻個邏輯去推論嘅啫。咁當然啦，考試就梗係問嘅之前，我哋畫過一次就更好啦。如果要求你自己推論，淨係教啲基本嘅咧，咁好多時候好多同學都做唔到。咁生產者盈餘 P 其實冇變啊，嗰個價格上限冇因為需求增加而變。P 以上嘅位置要畫到啦。咁同埋生產者盈餘 P 以下嘅位置都要畫到啦。你見到個生產者盈餘冇變到啦，但係消費者盈餘就係升咗咯。升咗邊度？呢個位佢冇跌嘅喎，即係佢冇因為需求升而跌喎。咁我諗就你諗翻本來嘅咯，本來即係正常嗰個 D 個位，咁就係即係咁樣啦。即係你已經有價格上限㗎啦。咁而家你個 D 又高咗啦嘛，咁你變咗就係呢個虛線嘅位咯。因為多咗呢個不規則形狀，就係消費者盈餘嘅上升。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呢種嘅文法咧，佢就可以係比較兩樣嘢，就係嗰個階段一，即係已經有價格上限，去到階段二有其他因素嘅變動，好似今次需求上升。呢兩個階段做到啲咩影響，做到咩變化出嚟，去要求你畫出嚟咯，係啦。咁如果呢種文法咧，記住啦，就係本身階段零啦，即係本身交叉點均衡嗰個位啦。唔要求你再比較呢度噶啦，即係話你唔使由一開始咧。最基礎嘅均衡即係冇短缺冇盈餘，由呢度跟住就再去比較有價格上限，然後再去比較需求上升。咁咧呢個唔係一般嘅要求。一般要求如果呢種有需求改變咧，就係本身已經有價格上限下限，然後再加一個譬如需求上升咁嘅變化就足夠㗎啦。OK。咁呢個咧就同需求下跌咧，其實都一樣嘅啫。咁你可以留意到，譬如需求下跌，咁咪就係將嗰個需求曲線，首先畫翻個 Q 先啦，可以啊。我將個需求曲線向左移。OK，係啦。咁啊，新嘅消費者盈餘同埋冇變嘅生產者盈餘，咁啊下降嘅消費者盈餘就亦都係呢個位置咯。正同反一樣嘅啫，不過就嗰個一個係多咗，一個少咗咁解咯。咁啊，消費者盈餘係減少咯。咁留意到個淨損失咧係縮小咗嘅，因為而家嗰個均衡喺呢度咯，個效率產出新嘅淨損失係少咗嘅。咁如果佢問你淨損失係改變咁樣，咁你就講翻呢度嘅咯，即係你講翻呢度係個淨損失嘅改變咁樣。咁你視乎你就睇翻佢係問你新嗰個淨損失個位啊，定係問你改變個位？咁啊兩樣都可以問嘅。
好咁啊需求上升、需求下降都畫咗㗎啦。即係如果有啲其他因素喺價格上限之下佢可以問到你嘅變化。好咁咧，就你可以睇翻題目當中啦。咁啊，題目當中你見到譬如話呢個嘅第一版第一版你可以見到佢講到個價格上限由 P1 下調到 P2，價格上限喺上邊係冇效嘅。咁所以冇效嘅話咧，就要返回均衡；冇效嘅話咧，就要返回均衡。咁所以咧，真正嗰個 P 咧應該喺呢度嘅。咁所以咧，而家你 P1 變咗去 P2咧，咁你就真係咁樣嘅變化啦。咁所以咧，喺根據今次題目嘅畫法咧，你見得到啦，應該都冇乜太大嘅問題㗎啦。生產者盈餘縮細咗，所以少咗嘅係呢個嘅梯形啦。新嗰個生產者盈餘咧，就係縮細咗嘅三角形。生產者盈餘下降，答案就 A 咯。咁啊，基本上好直接㗎咯喎。即係佢咁樣要求你去判斷嗰個多咗或者少咗嘅位，即係個影響啦。咁調翻轉，見到第17版，佢話價格上限由 PA 調低到 PP， 其實呢個都似頭先我一樣喎。咁你見到佢 PA 本身無效嘅，所以無效，因為上限要喺下邊啦。咁啊返回均衡啦，咁啊變咗做 PP。咁啊你見到佢數量就減少啦，個價格都減少啦。咁啊 A 錯啦，咁而家就製造咗個淨損失啦。本來均衡㗎，因為本來嗰個上限無效啊嘛。好，咁所以淨損失應該會多咗啦。咁而生產者盈餘減少，咪即係頭先嗰題，基本上呢題就照抄啦。咁呢個亦都係再講多次一個好重要嘅啟示，就係即係你一定係要做 past saver 㗎，因為你唔做嘅話咧，你根本冇印象，咁你就俾人哋就渣㗎啦會。你見到啦，喺後邊第22版咧，佢可以問你降低有效價格上限嘅結果，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作為一個 homework 咧，自己去練習下，究竟會點樣去變化嘅。喺長答題第29版都係咁樣問咯，有㗎啦，價格上限而家調低對經濟效率嘅影響，我哋都可以參考返相關嘅答案。最後頭先所講嘅例子第11版，呢個佢係價格下限啦，因為價上我頭先睇過未有嘅，咁啊提高有效價格下限，同時替代品升咗喎，咁樣替代品升咗，即係原有物品嘅需求會上升。咁你見到佢可以咁樣問，即係有啲其他因素同時咧係改變咗，要你去畫出嚟。係啦，問埋你嗰個影響都得嘅。好，咁我哋今日咧嗰個課堂咧就講到呢個位置啦。咁啊，希望咧就對基礎即係效率呢個課題嘅概念有一個簡單嘅引入，同時就係第一種嘅市場干預
係討論咗嘅價格上限。咁剩低嗰4種咧，基本上都係大同小異嘅啫，都要按翻之前個課題概念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嘅。OK，好，咁我哋呢個課堂去到而家呢度。